人心，这信神的书你都敢送？我们信神就是读神的话，做好人走正道。政府为啥不让我们信？在中国，凡是共产党反对的，就是违法的。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，共产党的法。妈的！家里给你点背。不要灰心，不要软弱。我会向你显明，国度路上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。我信的是真神，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背叛神。你女儿呢？你女儿死了。我妈怎么这样了？咱们一家在现神，多好啊！没想到，赶紧走，齐子梅他们都被抓了。刘玲姊妹被警察打死了。在中国，只有跟共产党走，才有活路。信神是绝对行不通的。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在这样的恐怖环境里刚强壮胆，跟随你走到路中。